老實講啊，喺屋企咧只有啲街坊見到啊傾下偈，但係呢度咧多人，即係集中又經常唱歌啊，又有合唱團啊，又有舞蹈啊，又有健身啊，又有打麻雀啊，咁啊好開心咯。所以咧留住我個心喺度，就唔捨得翻去，諗住自己咧喺呢度終老啦。哇！呢間養老院聽講喺裏邊行1個鐘頭都未必行得晒啊！裏邊真係有咁大，而且喺養老院裏面嘅醫養文娛配套非常齊全。聽講只要嚟咗個老人家，根本都唔想走。我哋一齊嚟探訪一下，到底係咪真係有咁大魔力呢？呢度總共有13棟樓啊！戶戶都帶陽台，有新建嘅高層住戶，亦都有好似別墅咁樣嘅低層住宅啊！入住呢度啊，月費最低只需要3300一個月。呢間養老院咧，真係廣佛地區最具性價比嘅養老機構。今日我就嚟行一行，睇下呢5萬個平方裏邊有啲咩配套。出發！我哋睇到院與院之間啊，都有一個小花園。呢度咧做一條石春路啊！我一睇到養老院度平面分佈圖，你睇下幾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。喺養老院裏邊啊，好多地方咧都可以睇到呢啲連廊啊。老人家咧可以喺連廊裏邊咧行走，翻風落雨咧都唔需要擔心淋親啊。環境幾好啊！特別依家嚟到3期，咁比較開闊嘛，啲嘢又新，明亮，都幾好。青姨啊，依家嚟到你屋企咯喎！我可以參觀下你屋企嘛？睇睇，可以，隨便啦，好論盡嘅啫，不過。哇！呢個係住緊一個人嘅大單間。係，一個係大單間。呢個房間一個人住。我一個人住。住好舒服喎。哦，咁啊，梗係啦。廚房。係。咁平時你自己係咪都有整翻2手藝咁樣啊？好少。好少啊！早餐就多數係自己。畢竟佢呢度都有提供3個食堂，提供。係啊，喺3份堂食幾多？係咁啊，仲有冰箱啦，呢啲係你自己買過嚟嘅？唔係嘅，佢呢度原嚟嘅設備，洗衣機、冰箱啦、床啦、呢啲櫃啦、電視啦，鞋櫃都係佢配㗎。配埋㗎，所有嘢都係配埋㗎。都係覺得幾舒服嘅。伙食方面，每日都有成7到10個菜可以選擇啊！你睇，一到就餐時分啊，見到幾多工作人員喺度忙碌緊啊！為咗照顧咗我哋老人家嘅膳食嘅話咧，我哋設咗3個飯堂嘅。咁3個飯堂嘅都有各有特色嘅。咁我哋咧亦都係聘請咗專業嘅營養師團隊咧，為我哋量身打造按照我哋老人家嘅一個年齡啦、身體狀況啦，配置一個科學嘅一個清單嘅。下午茶方面咧，我哋咧亦都係精心咁搭配咗一個好似我哋粟米汁啊，或者係時令水果啊，同埋咧我哋有一啲包點啊，係我哋自己製作嘅包點，同埋我哋烘焙嘅一啲麵包嘅。呢邊咧係屬於醫養結合嘅養老機構，院內咧配置成棟嘅2級醫院啊。老人家有啲咩問題，直接咧可以喺院內得到解決。即係嗱，我而家同香港啲長者講咧，我話呢度咧選擇係冇錯啦，真係噶，因為我去過好多嗰啲老人院嗰度睇過晒㗎啦，好多間選擇咧，我都係諗住選擇呢度。我哋係香港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嘅認可服務機構，只要符合條件嘅香港長者均可以免費入住我哋嘅院舍。除咗好似青衣住緊嘅大單間同埋香港院舍嘅入住房型之外，呢邊仲有套房啊！我哋眼前睇緊嘅呢間呢，就係目前長者住緊嘅房間啊！聽講呢邊嘅長者啊，每日都好忙喎，因為每日咧都會組織文娛活動、老年大學，而且地方真係好大啊！我行1個鐘頭啊，感覺都行唔晒啊！哇，又嚟到另外一個片區啦！呢度真係好似又嚟咗另外一個住宅小區咁樣啊！你睇睇，又嚟到另外一棟嘅樓層裏邊啦。呢度每一棟咧都有一層一個區域啊，專注俾老人家做呢個康養運動嘅。我哋呢度咧就係醫養結合嘅床位啦。咁老人家住喺度咧就得2層嘅啫。咁喺1樓嘅老人家咧，通過陽台啊就可以望出嚟我哋呢個花園啦。你睇花園出邊咧就見到好多老人家咧喺度一齊傾偈。咁老人家住喺度啊，心情都會好好多喎。而且咧晚上咧瞓覺嘅時候咧都有2、3次查房，經常咧呢個有啲咩事啊問寒問暖，所以我好唔捨得嚇，覺得呢度好溫暖，啲領導又好關心。養老院周邊嘅交通咧都好方便啊，附近就有地鐵站、高鐵站，喺香港過嚟啊，只需要1.5小時左右。對面咧有茶樓、有按摩店、有公園，隔離啊都係住宅小區啊，有啲房間咧甚至可以睇到公園嘅湖景啊。
老實講啦，仔女雖然係孝順啫，始終都係唔能夠成日跟住入嚟呢度咧，又多朋友。總言之咧，一舉一動啊，同埋飲食啊、起居啊，都好照顧。咁樣嘅普惠型5星級，行1個鐘啊都行唔晒嘅養老機構，唔知道符唔符合你嘅心水呢？